係上畫第2日，已經超過咗300萬票房，成為咗全香港冠軍。我帶咗我哋嘅女主角嚟俾大家見下。阿嫂啊！喂，阿嫂啊！盧仔啊！阿嫂！我知你喺廣西偷運嚟㗎，因為咧驚佢坐大飛嗰陣喐嚟喐去，所以打咗支懵仔針，而家硬膠手。帶咗阿嫂嚟同大家見面之外，亦都唔少得1人1包爆炸糖，好唔好？幾開心啊！可以嚇大展所長啦，唔使講住個口啦，係用個口嘅。呢度咧1包裏邊有20包，咁啊到期啊下屆奧運啊慢慢爆，爆撚到下屆好唔好？好！有啦，說明書㗎啦，寫住㗎啦嚇，無論任何困難出現，都要鼓聲吞落肚啊！你好開心啊嚇！你睇下你準備定啦嚇，練定啦嚇，唔使咁尷尬嘅，我都係玩呢啲啦，係咪？係咪？咁啊多謝你哋嚇，希望你哋咧多啲同你哋嘅朋友講，即係推介下呢一部戲，因為呢幾年咧香港電影咧多數都會拍啲合拍片，因為如果要過到內地審批咧，好撚多喜劇都過唔到嘅，因為咧啲喜劇咧多數都好撚低俗噶嘛，咁咧即係大陸嘅審批咧好多類型戲噶嘛，譬如兩公婆咁就分愛情片拍出啦，係咪？咁或者係學生拍拖唔閃光啦，係咪？政府有人貪污唔拍得啦，因為大陸冇人貪污嘛，係咪？有鬼唔撚拍得啦，因為冇鬼啊嘛，有雞嗰啲又唔拍得啦，大陸冇雞咁係咪？邊有雞啊？東莞一隻雞都冇啊！所以咧就變咗咧好多香港人或者甚至乎內地同胞咧都覺得咧，即係近呢幾年啲戲好撚悶嘅。咁如果咧即係大家真係支持下我哋嘅話咧，可以令到多啲呢啲咧咁撚黐線嘅戲可以拍落去，好唔好啊？多謝你哋。好。